Hello，大家好，我係狄更斯，繼續我哋嘅九州四國山卡拉之旅。今日行程呢，會先參觀雨和島市內呢就3個景點嘅，之後呢，就會揸一段稍長嘅路程呢，就去一個名叫外泊嘅地方，而夜晚呢，就會喺宿務市度住宿嘅。行程呢，就會比琴日呢更加趕急噶啦，所以食過早餐之後呢，就立即出發啦。今日第一個景點呢，就係雨和島城。佢係日本極為珍貴嘅現存12天守之一嚟嘅，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同埋國家史蹟嘅。我哋將車呢就泊喺觀光中心側邊嘅收費停車場。天守閣呢就係坐落喺海拔大概80公尺嘅山丘之上嘅。由山腳入口武家長屋門出發，你可以揀斜度比較平，但係呢就會較長嘅繞道，又或者挑戰路程較短，但係呢就較為斜嘅傳統石階道。不論你揀邊一條路線，上到天守閣呢都要嘥啲力嘅。唔怪之得當時雨和島城呢就具備極高嘅防禦力嘅。第二個景點呢，我哋又去咗天赦園，佢係國家指定名勝，係一座極具代表性嘅江戶時代末期嘅庭園嚟嘅。
由宇和島藩第7代藩主伊達宗紀喺1866年建造嘅，作為佢隱居嘅地方。庭園呢就採用磁泉回游式嘅景觀設計嘅，總面積呢就達到11,240平方米嘅，而當中嘅大祠堂呢已經佔咗1/3嘅面積。佢最吸引遊客嘅呢，就係4月花期嘅時候嘅白玉藤，又或者5月大祠堂周邊嘅2000朵花菖蒲嘅。而家因為係初秋，所以就冇乜特別嘅花期嘅。咁我哋都係抱住到此一遊嘅目的嘅啫。今日第3個景點多賀神社呢，會係一個兒童不宜嘅地方啦。多賀神社嘅別名呢，就係特粒神堂嘅，佢係日本著名生殖器崇拜同埋求子神社嚟嘅。喺神社之內呢，你隨處都可以見到同性啊、生育相關嘅象徵物嘅，例如本殿側根啦，佢就供奉住一支長達2公尺巨大製嘅男性生殖器嘅雕刻嘅。神社旁邊有一棟3層高嘅博物館嘅，就係特粒神堂。館內就珍藏咗嚟自世界各地多達數萬件同性宗教、民族、性文化同埋性愛相關嘅歷史資料、春宮圖、雕像同埋文物咁嘅。參觀完之後就覺得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啫。不過如果你對於呢方面嘅歷史有興趣嘅話呢，你就可以花費800日元嘅入場費入去睇睇。遊覽完3個景點之後，我哋就揸咗1個鐘頭嘅車，就去到下一個景點石垣之里。石垣之里係位於日本愛媛縣南宇和郡愛南町外泊地區嘅臨海集落嚟嘅。個集落就面向海灣，而啲民居就由山腳一路伸延至山腰嘅。每棟房屋嘅四周都有整齊堆疊嘅石垣就緊緊包圍住嘅。而個高度就去到屋簷嘅位置嘅，用嚟就阻擋強風巨浪嘅，形成咗一個好似城堡一樣嘅梯田狀嘅村落景觀。所以佢就被譽為日本最具代表性嘅石垣文化景觀地之一。
今晚咧就會喺宿務市住宿嘅，去一個比較冷門嘅地方，可以選擇嘅酒店咧都唔係太多嘅。而今晚入住嘅酒店咧就名叫秋澤酒店，佢係一間3星級嘅酒店，有啲舊，不過咧都幾整潔嘅。一晚數破咧就11,800日元，其實都算唔錯噶啦。今晚原本計劃咧就食海鮮燒烤嘅，但係去到咧先至發覺原來當日咧就係定休日嚟嘅。好彩對面咧都有一間居酒屋就可以選擇，食物質素同埋水準咧比我哋期望嘅好。原來食唔到海鮮燒烤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旅程之中有呢啲咁嘅驚喜呢，其實都幾開心嘅。